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安塔，我是印尼人，我今年38岁，我的身高165公分，我的体重75公斤，我是离婚，我是一个小孩，年龄20岁，还有我会做汤的，我会帮阿妈阿公做汤。还有我以前在台南15年照顾阿妈阿公，还有我在台南永康也是一样5年照顾阿妈，还有我现在来桃园的今年照顾阿妈，全部是到阿妈死掉的。还有我会那个帮煮菜的，还有整理家里的，还有帮拖地什么都我会啊。好，谢谢老板娘，拜拜。